大家好，我係潺菜。記唔記得我之前講呢？有個韓國嘅連環殺人犯，佢為咗殺人呢，佢係走去練習跑步咯，同平成忍者有得比㗎。佢戒埋煙啦，佢好積極去令到自己嘅體格更加好。今日我就係想講佢嘅呢一單案件，資料好多。呢個人叫做鄭南魁。由2003年尾開始喺韓國首爾嘅新沙洞啊、惠化洞啊嗰啲有錢人嘅區域咧，開始有好多入屋嘅殺人案件。到後來咧，仲有好多性工作者連環被殺喎。去到2004年嘅7月啦，劉永哲終於落網，大家就鬆咗口氣。但係喺嗰年嘅8月4號，又有2個女仔咧俾人入屋嚴重傷害。當時咧嘅警察真係暈得一陣陣啦，因為明明劉永哲都認咗罪啦，亦都帶咗警察去揾翻嗰啲受害者嘅屍體，但係依然有呢啲致命嘅案件繼續喺度發生。咁佢哋當其時真係 O 晒嘴，唔通佢哋拉錯人？但係當時繼續做案嘅呢，其實係一個一直都好葡萄劉永哲名氣嘅快樂殺人犯鄭南魁。我哋今日就係要講關於佢嘅事。當時嘅首爾咧，其實的確係亂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一個劉永哲咧殺人咧，就真係已經殺到出晒名㗎啦。可能你哋好多人都已經聽過關於劉永哲嘅案啦。佢殺嘅咧係由最初有錢人到後來咧性工作者。佢係由入屋行劫啦、殺人啦、放火啦，去到引誘啲性工作者返佢屋企殺人肢解，要捉佢咧。其實好老實，真係靠運氣嘅啫。所以當大家都懷疑自己係咪拉錯人嘅時候呢，喺2000年2月成立，去到2004年仍然都唔係好俾人認同嘅犯罪行為分析組 Profiler， 即係側寫師啦，權一容。佢當其時咧就指出啦，佢發現喺地圖上面嗰啲分散晒嘅喺九老啊、大方啊、奉天洞嘅案件，佢哋並冇因為劉永哲拉咗而減少，反而咧呢啲案咧其實貫穿咗整條韓國首爾地鐵嘅1號線。同一時間啦，其實權一容都有指出嘅。喺呢啲案裏面呢，佢哋連目標嘅屋嘅類型都好唔一樣。劉永哲呢，其實呢就專揀豪華別墅、個人公寓，而嗰個不明人士呢，其實呢佢就專揀半地下室、低層住宅。半地下室呢，其實就即係你喺上流寄生族裏面見到呢，佢哋好特別㗎。呢個係韓國當其時某一個政策底下呢，專登做出嚟嘅嘢嚟嘅。咁呢，佢哋會喺啲屋呢，佢哋有半層呢，好似地下室咁樣。其實通常呢都係啲租比較平啊，俾一啲收入比較唔係咁好嘅人住嘅。而家好似取締咗㗎啦，即係嚟緊啲屋唔會有半地下室呢樣嘢咯。但係啱啱講緊呢個不明人士咧，佢就專揀半地下室咯。同埋最重要嘅係咧，呢一堆案咧，即係好似未解案件咧，佢哋有好唔同嘅 MO 嘅。劉永哲咧係專做誘騙啦、掌控啦、清理，但係咧頭先講緊貫穿1號線西南地區嗰一堆咧係埋伏、突襲同埋逃跑。鄭南魁啦，佢喺1969年3月1號出世嘅。佢細個嘅時候咧，就喺啲農村度長大，家境好窮啦。大約10歲左右咧，佢就俾鄰居嘅大叔帶咗去山邊嗰度性侵。喺嗰個年代嘅韓國農村咧，呢啲嘢咧就係恥辱中嘅恥辱嚟嘅。佢唔敢同人講，佢只係能夠吞咗佢。喺呢件事裏面咧，令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被污染咗、冇價值同埋被支配嘅物件咯。咁鄭南魁咧，其實佢身高得170 cm 嘅啫，佢本身體型都好瘦削㗎啦。佢喺青少年時期咧，其實因為好多次啲爆竊啊、放火啊，佢係入過少年感化院或者成年嘅時候，佢係坐過監㗎咯。喺男人嚟講咧，佢又唔高大啦，又瘦小啦，所以咧佢喺嗰啲少年感化院同埋監獄入面咧，佢係經常俾人蝦、俾人霸凌嘅對象。鄭南魁佢學歷好低啦，冇固定工作啦，喺重視階級同埋成就嘅韓國社會嚟講咧，
佢係好徹底被視為失敗者嗰一群咯。喺佢開始連環殺人之前呢，佢已經其實有10次以上嘅刑事記錄，包括咗猥褻啦、爆竊啦、放火啦。如果佢細個被侵犯係一次創傷，但係調翻轉被侵犯真係唔會一定變咗連環殺人犯咯。去到35歲嘅時候呢，佢最後一次出獄，佢已經唔再滿足於偷錢啊或者放火之類嘅嘢。呢條友神咗啊！佢要嘅係終極權力，佢決定咗要殺人咯。因為佢相信唯有可以奪取他人生命咧，佢先可以由一個被支配嘅物件變翻一個掌控命運嘅主宰咯。癲唔癲？梗係癲啦！2004年啦，嗰一段期間咧，其實就係佢同柳永哲都係不停咁殺人咯，喺首爾。咁嗰段期間咧，我會話鄭南魁係叫做摸索期啦。佢喺嗰段期間咧，總數咧係做咗7單。由2004年嘅1月14號開始啦，佢咧就走去響銅雀區咧捅細路啦，個細路得12歲嘅咋，佢走去捅個細路，搞到個細路重傷啦。1月30號啦，九路區啦，佢凌晨潛入。然之後咧，又係揾刀捅啦，捅一個44歲翻屋企嘅女性咯。喺2月10號嘅時候，銅雀區嘅大方洞啦，又係有一個24歲嘅女性，然之後喺路邊俾人伏擊啦，就咁就捅死咗啦。去到2月13號啦，好密啊，其實喺永登埔區新吉洞啊，有2個女性凌晨2點嘅時候，又係喺路邊俾人捅傷啦。呢2位就重傷咯。咁隔咗一段時間，去到4月8號啦，銅雀區嘅大方洞啦，又係有25歲嘅女性俾人刀捅咯。但係7月15號嘅時候，柳永哲咧就俾人拉咗啦。而跟住發生就係我啱啱講啦，8月4號嘅時候，銅雀區嘅大方洞咧有2個女性咧俾人潛入屋裡面。揾刀捅咯，重傷咯，咁所以其實就係呢一單案令到啲警察就懷疑究竟自己係咪拉錯人呢？好古怪啊！講咗佢喺呢段期間犯咗咁多單案，但係講少少某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案，多少少內容啦。頭先提過咧，2004年即係2月6號中路區順仁洞嗰一單咧。嗰一單其實有啲特別嘅。首先咧，其實嗰個女仔咧講緊佢就24歲嘅女大學生，凌晨1點半嘅時候翻屋企啦。佢當時咧就俾埋伏喺佢屋企門口附近嘅鄭南魁突然間衝出嚟咧，就捅咗佢幾10刀喎。但係當其時咧，首爾警方咧正在為咗要捉呢個神出鬼沒嘅豪宅殺手，即係柳永哲啦。咁佢哋自己都即係不停俾人臭罵啦，拉唔到人啊嘛。咁啲警察咧就合埋眼，將呢一單案咧都入埋去豪宅殺手嘅數。咁報紙咧就大肆報導喎。咁呢單案係豪宅區連環殺人魔造成嘅。咁對於呢一個自卑人士鄭南魁嚟講，佢覺得佢自己咁引以為傲嘅殺人事件，快樂嘅泉源俾人硬生生咁樣搶咗佢嘅 credit，點得嘅咧？所以咧，佢喺呢件事之後咧，佢一直都視柳永哲為佢嘅假想敵，係咪好黐筋呢？喺呢段仲係叫做摸索期嘅期間咧，你會見到佢係用刀嘅。就算咧佢潛入屋殺人咧，佢亦都唔會話大肆搜掠財物。佢唔係唔攞，但係佢唔係大肆搜掠，佢只係隨手見到啲乜攞啲乜。呢樣嘢咧，亦都係佢同柳永哲好唔同嘅地方。就係啱啱權一容講啦。話佢哋 MO 唔同，因為柳永哲係真係仇富，佢去富人區嗰度殺人，雖然佢都喺首爾裏面，但係佢會大肆搜掠，佢會攞好多財物走嘅。呢樣嘢其實一聽唔似係同一個人做咯，所以聽到呢一度咧，你應該都估到咧，鄭南魁咧為咗同豪宅區連環殺人魔柳永哲競爭咧，佢不停犯案，係除咗佢上癮之外咧，佢要跑數啊條友。黐筋嘅佢，所以咧因為咁，佢要跑數啊嘛，佢要贏啊嘛，佢咧仲做嗰啲嘢嘅，佢好留意警方點樣查案，佢黐線到係做晒剪報啦，仲有啦，佢跑步啊嘛，頭先我講，
佢係認為跑步咧可以令佢喺失手嘅時候咧易啲逃跑到，所以咧佢每一日咧跑10K 㗎。佢後來咧亦都發現咗戒煙咧係可以增加佢嘅肺活量。除此之外咧，仲可以減少佢自己嘅氣味啊，因為佢驚咧喺現場留低自己嘅氣味，佢驚俾人拉，都係嗰句，因為佢要贏柳永哲啊嘛。而柳永哲喺首爾又係起勢咁殺緊人，咁佢梗係要跑數追數㗎啦，所以佢唔可以俾人拉。亦都係咁嘅原因，煙都戒埋條友，係咪好癲啊？咁跟住啦，而且佢喺啲報道裏面知道咧。警察調查嘅時候咧，係會睇案發現場嘅腳印咯，所以佢點做呢？佢磨平晒自己啲鞋底，佢令到啲鞋底係直情連鞋底嗰啲印都冇，佢就係用咁樣去避開警察對佢嘅追蹤咯。去到2005年啦，我會話呢個係鄭南魁嘅進化期，因為咧佢之前用刀噶嘛，去到呢段期間咧，佢改用鐵錘，佢嘅手法咧係開始標準化咗好多。喺呢段期間咧，佢犯案嘅總數係5單咯。咁佢係啦，轉兇器啦，因為佢發現咧用刀咧係未必可以一下子就殺死個受害人，所以佢咧就轉用一個30cm 嘅鐵錘去犯案咯。喺5月14號嘅凌晨2點半啦，呢一單咧又係好黐線嘅，黐線到不得之了。佢係我唔想用個勁字嚟形容咯，但係你聽下啦，佢黐線到係用咗15分鐘裡面連續去襲擊2間屋嘅人喎。即係搏完一間再去另一間喎，喺咁嘅情況底下，佢造成咗1死1重傷咯。咁喺呢個期間嗰5宗案啦，略略講下啦。4月18號啦，冠樂區嘅奉天洞啦，44歲嘅女性，嗰次係佢第一次用鐵錘咯。佢就係潛入我頭先講嗰啲半地下室啦，去重擊人哋嘅頭部，令到人導致死亡啦。5月14號啦。就係頭先講好特別嗰一晚，佢做咗2單咯。佢去咗光明市嘅鐵山洞，一個36歲嘅女性喺凌晨2點半嘅時候，因為佢入屋啊嘛，俾佢用鐵錘嚟重擊致死咯。5月14號同一日啦，都係頭先講緊嗰個地方，15分鐘之後，佢就去咗附近嘅另一間屋啦，襲擊一個10多歲嘅少年咯。用鐵錘啦，重擊啦，導致重傷啦。去到5月30號啦，永登埔區嘅新吉洞啦，有2個女性啦，凌晨嘅時候又係俾人入屋，然之後揾鐵錘重擊，造成咗1死1重傷咯。去到10月9號啦，隔咗一段時間，喺奉天洞嘅住宅啦，亦都係有2個女性俾佢鐵錘重擊，但係結果咧係造成死亡嘅。喺呢段期間咧，佢由刀演變咗用鐵錘，佢由埋伏，其實你見到佢大膽咗好多，佢係不停入屋去襲擊人，睺人哋夜晚瞓覺嘅時間入去打死人。所以其實你睇見佢有一個演化之餘咧，佢個 MO 咧同柳永哲係完全唔一樣嘅。咁其實柳永哲就拉咗啦，踎緊啦已經，但係佢一直都未捉到咯。佢係講緊去到2006年嘅時候依然犯案咯，佢依然係快樂殺人犯，依然好活躍咁殺人傷人咯。就講3月27號，佢又係凌晨潛入人哋間屋啦，對住3姊妹嘅頭部猛烈重擊咯，造成咗2死1重傷嘅。其實當時權一容咧喺即已經查緊啦，就根據佢嗰種 overkill 啊，殺完人現場冇被好嚴重咁樣搜掠過啊，貴重嘅財物完全冇攞走啊。但係咧個兇手係殺完人之後咧，又唔係即刻走嘅喎。當其時權一容嘅講法咧，就係話呢個兇手咧就好似留喺度，為咗回味佢自己嘅作品，佢自己嘅所為咯。根據權一容嘅形容啦，呢個兇手殺人嘅目的咧，就係為咗獲取嗰種好變態嘅快樂。所以點解會叫快樂殺人犯？因為佢直情係 enjoy 嘅黐線到。頭先講緊嘅3宗案裏面咧，其實咧佢係喺1月18號嘅時候都有犯案嘅。喺銅雀區嘅新大方洞啦，有一個
零歲嘅女仔啦，又係俾人哋入屋，跟住就鐵錘重擊，然之後導致死亡咯。咁其實頭先講嘅鳳天洞嗰三姊妹咧，好細個㗎咋，即係15歲、23歲同25歲咯。然之後咧，跟住呢一單就勁啦，呢一單喺4月22號，新吉洞。佢喺呢一單，你等陣聽下有咩特別。佢喺新吉洞被捕嘅。佢咧當其時襲擊嗰個人咧，姓金嘅金某啦，你叫佢係一個男子，24歲啦。佢凌晨潛入，然之後揾鐵錘去，又係坑人哋個頭咯。由2005年去到2006年，當時咧其實成個首爾嘅人咧好恐慌啊，因為鄭南魁做案嘅手法咧係佢凌晨去伏擊人，或者係講緊甚至乎凌晨去入侵人哋間屋。咁好多人夜晚都係瞓緊覺㗎嘛，我鬼知發生咩事咩？同埋最重要係佢講緊，佢唔係為財喎，佢去到佢都唔攞人哋啲嘢走嘅。佢講緊佢入去嗰啲屋係半地下室，即係嗰班人擺到明都唔係有錢㗎啦。換言之，即係就算我係窮人，我都隨時可能會係佢嘅目標嚟嘅喎。正當大家好誠惶誠恐嘅時候咧，鄭南魁嘅運氣咧就終於都用完啦。要講就係頭先講緊嘅最後一單案，2006年4月22號嗰一單案嘅詳情啦。喺凌晨嘅4點半啦，首爾嘅永登布區嘅新吉洞，鄭南魁咧就揀咗一間好普通嘅平房潛入去啦。佢入屋之後咧，又係唔理3721就揾個目標，個目標喺床上面啊，瞓緊覺啊嘛，就坑人哋個頭。咁嗰個咧就係頭先講24歲嘅金姓男子啦。咁鄭南魁咧，佢揾個錘去襲擊完對方個頭嘅時候，呢個姓金嘅男子咧，佢因為受傷啊嘛，咁啊梗係即刻痛醒咗啦。阿金某一張開眼咧，就見到一個好瘦弱嘅男人拎住個鐵錘想坑佢第二嘢喎。咁佢咪即刻用手死命咁樣捉住鄭南魁隻手同埋佢個鐵錘，兩個人就喺床上面糾纏啦。咁當阿金某咧喺度大聲叫救命嘅時候咧，住喺隔離房嘅金爸咧，佢聽到聲啊嘛，佢咪衝入嚟咯。咁阿金爸咧一見到呢個陌生人攞住個錘喺度坑佢個仔喎，唔知做乜鬼喎，夜晚4點幾喎講緊。咁咧佢阿爸咧亦都撲埋上去。當鄭南魁面對住兩名壯男嘅時候，佢哋誓死搏鬥咧，終於鄭南魁咧就體力不支啦。而最諷刺嘅係，呢個殺咗10幾個人嘅魔頭，嗱，受傷嘅人係幾十啊！佢俾人壓制嘅時候呢，佢居然係不斷咁樣求饒，係話：唉，我只係入嚟偷嘢嘅賊㗎咋，你放過我啦！吓？佢嘗試掩飾自己係快樂殺人魔呢個身份喎，你睇下幾吊詭，佢唔係好 proud of 嘅咩？佢想將自己入屋呢件事就講到係我爆竊，然之後咧就保住自己呢個身份唔俾人揭出嚟。但係咧，當警察趕到現場嘅時候咧，就喺鄭南魁個袋裏面咧揾到嗰一把咧30 cm 長嘅鐵錘啦。咁就係因為咁，權一容一收到消息咧就趕去現場，佢第一時間咧就唔係睇鄭南魁個樣，佢係走去睇鄭南魁對鞋。所以一見到佢個鞋底係磨到平一平嘅時候，佢心諗 bingo。鄭南魁被捕之後咧，權一容咧就去咗鄭南魁仁川嘅屋企咧進行搜查啦。現場咧佢哋見到有好多嘢㗎，好黐線㗎。首先咧，佢哋係直情有成棟牆啊，都係權一容嘅剪報啦。裡面咧貼滿咗關於連環殺人案嘅報導內容啦。而最黐線咧，入面亦都有好多報導係關於權一容本人嘅專訪，或者係權一容對犯罪心理嘅分析。好悲壯咁講，佢真係做知己知彼咯。另外亦都發現咧，其實佢有好多 notes 寫低咗。佢啲 notes 咧，除咗頭先唔係話佢開始知道戒煙啊、跑步啊呢啲嘢，其實咧佢啲 notes 咧仲有講即係反偵測啊，亦都有講食乜嘢嘅補充品咧對佢嘅身體會好啲咯。佢為咗殺人咧，佢為咗跑呢條數咧，佢係做咗好多功夫咯，我只可以咁講。
就喺呢啲碌屎裏面咧，其實就係揭穿咗好多，即係點解警察講緊成2年幾都拉唔到佢啦。喺後來嘅審訊室裏面咧，呢條友咧當然係冇悔意啦，咁反而佢好去到嗰刻都俾人拉咗咯，所以佢咧又好興奮咁樣繼續喺度講翻自己殺人嘅過程啦。佢對權一容講：如果你哋今晚唔捉我今晚原本打算再殺多幾個。咁當權一容喺審訊室裏面咧，反而俾杯咖啡佢，仲同佢傾跑步啊、戒煙啊、磨鞋底啊等等嗰啲細節。權一容仲要包多句：哇！你為咗呢件事真係付出咗好多努力，我明㗎。哇！作為一個黐線殺人犯，有人同佢講我明喎。鄭南輝咧，佢個反應咧就好似遇到天命一樣。呢句我明白㗎，完全係擊中咗鄭南輝嗰種極度自卑嘅心態咯。佢覺得終於有人識得欣賞佢嘅專業，於是乎咧就開始滔滔不絕咁喺度講佢犯嘅罪裡面嘅詳細資料啦。佢唔單止認咗警察知嘅案，佢仲主動供出咗好多警方根本冇聯繫到佢身上嘅懸案，包括頭先講緊柳永哲，佢哋屈咗落去柳永哲嗰一單啦。佢甚至乎咧嫌啲警察咧筆錄咧寫得慢啊，所以咧佢親自己畫地圖話翻俾啲警察聽佢犯案嘅地點咯。最終咧其實佢嘅犯案總數咧係大約24宗啦，包括入屋襲擊啦，同埋佢早期喺條街度亂咁捅人啦，仲有其實佢有放火嘅都係。總數關於鄭南輝嘅受害人士啦，總數死亡人數咧係13個人。受傷嘅人數咧係20個人。佢單案咧喺2006年年底啦，至到2007年嘅4月12號，佢係1審、2審、3審都被判死刑嘅。但係佢最終咧都未等到執行死刑。喺2009年嘅11月21號咧，佢喺監獄之中咧用膠袋自己製造咗啲工具啦，去上吊自殺。佢終年咧係40歲嘅啫。喺佢留低嘅筆記裏面咧，你就見到呢一個係幾完美地黐線嘅人。佢係話我雖然我判咗死刑咯，但係我發現韓國政府咧根本都好似冇打算執行。事實上咧，韓國係喺1997年之後咧係冇再執行過死刑，有判死刑但係冇執行過嘅。所以咧，鄭南輝係話：我而家心裏面咧嗰一種殺人之慾啊，好想殺人嗰種慾念啊，又湧翻上嚟啦。點算啦？你話點算啦？你哋又唔殺咗我，太強烈啦！但係我呢度咧完全係冇辦法滿足到呢一種慾望，我覺得好辛苦、好難受咯。係咪好癲？真係癲到好緊要。所以權一容嘅解讀係話，鄭南輝嘅自殺咧絕對唔係因為佢悔疚咯，而係條友咧好似引起咁樣咧斷癮狀態嘅。對鄭南輝嚟講咧，殺人咧係一種會上癮嘅物質咯。喺監獄入面咧，佢冇得跑地鐵1號線啦，佢冇得再去揾啲弱小嘅女性。係啊，其實你有冇留意咧？喺佢咁多單案裏面咧，除咗有12歲嘅細路哥啦、10多歲嘅細路哥啦，其他全部都係女性嚟嘅。呢條廢柴咧，淨係識得蝦女人。佢一襲擊男性嘅時候，就係最後一單金謀嗰一單，所以結果咪就係俾男人制服咯。即係你諗下，作為一個連環殺人犯，佢幾冇用，佢淨係識得蝦女人。佢講翻佢啦。佢內心嗰種，我想睇到生命消失嘅渴求令佢發癲咯。咁佢自己嘅講法就係，既然我冇得出去殺人，我就殺咗自己啦，當完成最後一次快樂殺人咯。係咪癲㗎？我諗癲都真係唔足以形容佢咯。關於呢單案咧，其實咧我就冇太多額外嘅 comment 想講，因為其實好大機會咧，可能無論柳永哲又好，或者係鄭南輝，我唔肯定佢哋係咪真係記得自己犯過幾多案啦。你見佢哋有時都亂認㗎啦，同一時間可能仍然有一啲係cold case 咧，係同佢哋有關，因為咧原來後來講返咧，當其時點解佢哋可以咁樣犯罪？而
而又好似完全拉唔到呢？係因為當其時其實呢啲警察嘅系統呢，區與區之間呢係未連埋一齊嘅，所以呢，其實當鄭南輝雖然喺一個首爾，但係首爾好大噶嘛，喺個首爾裏面犯案嘅時候，其實每一個區份嘅警察佢哋冇互通消息，所以佢哋就冇意識到呢啲唔係獨立案件，其實係有連環殺人犯咯。咁其實亦都係因為鄭南輝事件啊，所以後來呢，其實鄭南輝事件之後呢，韓國政府呢，佢哋就加強咗嗰個聯網系統，令到區同區之間嘅資訊呢係獲得流通。咁若果有一啲咁樣嘅連環殺人犯，佢哋可以早啲知道咯。咁但係講翻關於呢單案嘅另一啲嘢啦，就係我對呢條友呢，我聽到嘅時候，我見到呢個鄭南輝呢，我唯一嘅感覺就係極度自卑嘅人呢，係即係極度啦，當然講緊係好易有啲古靈精怪嘢㗎。你係諗唔到佢哋諗咩㗎？因為咧，其實鄭南輝去到法庭咧，佢都仲係仍然要拎柳永哲同佢比。柳永哲冇同佢比過啊，你搞清楚啊！佢係話柳永哲佢只係為咗錢同埋掩飾而去殺人嘅業餘仔啫嘛。我呢啲啊先係為咗純粹快樂而去殺人嘅專業藝術家。I'm pro 呢句我加嘅。哇！你睇下，喂，佢癲得幾混純啊！嗱。不過根據官方認定嘅數字咧，其實柳永哲嘅受害者咧人數係完全多過佢嘅，因為佢襲擊人啫嘛。但係調翻轉柳永哲咧係玩到肢解嘅，同埋柳永哲咧係真係謀財害命嗰一批咯。所以鄭南輝嘅話咧，我只可以講，就算佢殺多自己幾次咧，佢依然係唔會多得過柳永哲咯。OK。最後，我想講嘅係鄭南輝，你唔好睇我 backdrop 嗰度，佢張相係咁，我就揾佢真正嘅樣俾你睇。我明點解佢自卑，但係我唔明啲警察點解俾佢戴帽，咪等佢個河童頭出嚟見人咯。你問我係咪外貌協會？係一時時啦。不過其實佢可以用咁多努力去反偵測。佢可以用咁多努力，又戒煙又練跑，其實佢絕對係有嗰個 determine， 或者佢係可以做到某啲 discipline 嘅嘢，去令自己生活改變。但係冇啊，呢條廢柴係冇啊，佢冇做過呢啲嘢，佢結果呢係可能佢真係嗒咗啦，即係壞咗跳咗掣咁樣啦，所以佢覺得殺人先係一件快樂嘅事，所以你見佢作出咁多努力啦。平成阿叔都係揾餐飯食啫，呢條友呢，佢完全係襲擊人啊、殺害人啊、傷害人為樂咯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我唔覺得啲警察應該俾佢戴帽咯。出嚟見記者嘅時候應該俾佢個河童頭見人啊嘛。關於韓國呢，究竟啲疑犯甚至乎罪犯嘅名啊、資料啊、容貌啊，佢哋係有一條好九唔搭八嘅法例嘅，有機會再話俾大家聽啦。咁總之我覺得佢唔應該有得戴帽啦，佢應該攞個河童頭出嚟見人。關於依單案資料真係太多啦，你哋若果有興趣想知道其他嘅嘢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。又或者若果你哋有其他嘅嘢想知道啊、想討論啊，歡迎留言分享翻啦。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太多資料我要唞一唞啦。多謝你嘅收聽，我係殘菜，我哋下次再講過。